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日国内又过增加10个武汉肺炎感染者，全部拢是对境外入来的。台湾到今已经有267个病例。有一对英国侦判伫台湾在家检疫，却嫌台湾的检疫环境伤过歹，风波引起了后，也甲卫生局回事咧。行政署长陈家钦要任用秘书，却牵涉任用私人，虽然检举了后，也已经移送法办。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在今仔日阁增加15例，全部拢是对境外入来的，其中有3件是群聚感染。到今全台湾已经有267人受到感染。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针对外籍移工要入境的方式提出新的审查规定，要听候审查通过才会当入境。国内阁新增加15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全部拢是境外移入的个案。新增加的个案当中，包括3件群聚事件。第254是去年8月份去美国读册，而且伫今年3月份去找工伫咧美国进前确诊的第218例。伊伫咧入境时阵由机场采检确诊。第257甲第258例伫咧英国读同一间学校共系，2个人小连续转来台湾发病就医确诊。第264例甲第267例是一对翁仔某，2个人3月初去英国办公，嘛小连续伫咧国外发病。3月25入境了后，由机场采检通报确诊。15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好，那基本上大概好都在美国7位，好，英国6位，好，那还有澳洲1位，菲律宾1位。由于最近境外移入的个案增加，自3月19开始，所有外国入境的民众都必须配合居家检疫14天。若是确诊个案的接触者，就必须居家隔离14天。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机场边境采检是第1道防疫关卡，居家检疫甲隔离就是第2道防线。就算讲是要出国去参加丧事，或者是非必要性的就医行为，嘛拢总禁止。若无上济，会当罚100万的罚金。奔丧当然有一点点不近人情，不过一奔丧的话，那边相关的人也多。事实上也相关也是风险比较高。另外，为了加强防疫，指挥中心嘛修正移工入境的检疫办理办法，对27下晡4点开始，要求所有头家申请新的产业外劳的时阵，除了爱写移工居家检疫计划书以外，嘛要事先经过地方政府的查核了后，才会当予移工来入境。是必须要1人1室，然后要看有没有门禁的管制，以及配备相关的消毒的一个设施。那么检查完成之后，那么这时候才可以让移工进入我国。劳动部表示，移工入境了后，居家检疫14天的生活照顾等等的钱是头家来负担。若是移工居家检疫期间的薪水问题，会当由劳工甲头家来讨论。若是头家无要付，移工嘛会当申请14天的防疫补偿14000块。记者综合报道。留伫中国乌北的台湾人，打算要坐20到30个专机回来，不过有的人认为讲，这回机票钱伤过贵。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强调讲，使用者爱纳钱。另外，民众最近一再呼吁讲，爱甲陈市长换掉。苏贞昌也强调讲，会替陈市长的专业袂凊彩换人。另外，总统蔡英文在今日也表示讲，防疫若准会顺利，是因为众人拢固守本位。目前也有超800外台湾人放留伫咧乌北，还机会宣布第3批乌北台湾人回国，预计伫咧2到30暗时，在华航的班机对上海回来。这2班航班毋是回来台湾的专机，是原本就有的航班，是台湾指定有检疫人员，无甲其他旅客共一台飞联机，采用哪像包机的方式。根据了解，目前已经有差不多要600个人登记，毋过说嘛传出讲机票伤贵。能保护同机乘客的安全，也能保护2300万同胞的安全为考量。至于机票的价格等等，使用者付费。海基会表示，华航提供的介绍是12岁以上人民票2100块，2岁至12岁人民票1700块，2岁以下人民票200块。有立业立委认为讲，会当回来是上要紧的代志，伫咧保护台湾人甲保护台商的状况之下，敢会当变死去做。若是最近民众党一直提出要甲维护部长陈市长换掉的言论，苏贞昌毋若停到底，蔡总统佮强调讲，防疫顺时钟才会顺。陈时中部长做得非常专业，非常负责，非常好，我们不会换。有些网友说防疫要做得顺时钟，那我要跟大家说，时钟是可以顺着走，而且走得顺，是因为有所有的伙伴都坚守在岗位上。
蔡英文日前早起接见防疫医护人员代表的时阵，感谢卫生部长陈时中任命调度指挥，而且俄罗国内医疗人员伫即届防疫作战当中辛苦拍拼，每一个拢是台湾防疫的英雄。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媒体 BBC 有报道讲，有一对英国侦判伫台湾接受在家检疫，不过因煞批评讲台湾的检疫环境伤过歹，物件伤过歹食，引起众人的讨论。落尾，这对侦判也透过手机用简讯，甲花莲县卫生局会实的 BBC 也随甲这条新闻剔除。也若这两位敢会当领一日1000块的补偿金额，恐惊搁爱讨论。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因为对中国普普塔塔的态度引起争议，到他伫网络已经有58万人联署爱伊落台。就连日本的副首相也批评讲，规去甲 WHO 改做 CHO 就好。另外，咱的副总统陈建仁也讲 ，WHO 若要改做，就对秘书长开始。不过，中国的头人习近平却对谭德赛是真恶劣。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自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争议言论真多。目前网络上发起连署爱谭德赛落台，连署人数已经超过58万人。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也批评谭德赛无伫疫情一开始期间，阁有真侪人来批评，爱 WHO 世界卫生组织改名为 CHO 中国卫生组織。話がワールドヘルスオーガナイゼーションじゃねえ、チャイニーズヘルスオーガナイゼーションじゃねえかと CHC 的直せっていうのがワンワン出たんですよ。美国总统川普2月记者会有媒体问到未少美国众议员认为社会无公平，川普也认同，只是共场记者会，美国疫情专家福奇博士明显甲川普无共调。There is a lot of certainly a lot of talk that it's been very unfair. I think that a lot of people feel that it's been very unfair. It's been very much sided with China.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not happy about it. Tedros is really an outstanding person. 副总统陈建仁日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未来社会改造希望为秘书长开始，所有成员选用全球上好的专家，各国以专业作为导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是向俄罗谭德赛人，佮发表公开批上乱。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赞赏谭德赛为推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做努力。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肯定谭德赛带 WHO 推动抗击疫情，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中国会继续坚定支持谭德赛甲 WHO。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美国疫情。美国的病例伊的数量已经超过中国甲意大利，变作全世界上界严重国家。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说讲，病例的增加是因为美国检疫做了真好，无亲像中国一直拢乌坎坎。美国确诊人数直头增加，超过中国，成做全球病例数上侪的国家。总统川普是讲，病例数增加表示美国的检测做了真好。No, I think it's a tribute to our testing. You know, number one, you don't know what the numbers are in China. China tells you numbers, and I'm speaking to President Xi tonight, I believe, and we'll have a good conversation. 川普阁讲，习近平主动要求要甲伊讲电话讨论疫情，相信会讨论了真好。了后，阁批评中国讲，美军甲病毒带入来中国的讲法是唔对的，而且阁一再强调病毒是为中国来的。川普对防疫是真有信心，疫情真严重的纽约州算是无用甲真忝退。州长古默伫咧当地时间26表示，纽约随时面临着医疗体系未堪治的情形，已经批准予呼吸器分流。We have approved the technology that allows one ventilator to serve two patients, what they call splitting. 唔但纽约州、新泽西、华盛顿、伊利诺伊州等等，新增加的病例拢超过500，疫情有升悬的趋势。另外，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病例又搁增加。5角大厦已经下令，甲军舰顶悬全部的人员拢爱做病毒的体检。疫情冲击之下，美国目前已经有330万人失业，到底什么时阵才会稳定落来？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分析预估，疫情可能会拖到6月才撤落来，而且未来4个月，美国会有超过8万人因为新冠病毒来死亡。CNN 是报道，若是根据人口推算，美国感染的人数会是中国的4倍。来看欧洲，意大利过一日，阁新增加4000多例，662个人死亡，累计嘛超过8万例，总死亡人数超过8000人，已经是中国的2倍。意大利目前爱救命嘛爱救经济，总理孔蒂伫咧当地时间26宣布，会投入至少500亿的欧元来振兴经济。
西班牙过一日日头增加8500多例，600多个人死亡，累积超过56000例，死亡超过4000个人。过一日病例清悬速度超过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清悬上紧的国家。当地疗养院正做高危险的地区，西班牙1/10的死亡病例拢是为疗养院来的。英国疫情嘛变动了真紧，过一日新增加2000多例，累积超过11000例，正做全球第9个病例数超过1万的国家。过一日死亡人数超过100个人，目前已经有500多个人死亡。烦恼疫情爆发，医疗体系恐惊是袂堪力。英国开始把展览中心改做临时病院。另外，德国累积已经超过4万例，法国累积要3万例，瑞士超过1万例。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中国官方表示，日增加55个病例，其中有一个是本土案例，其他全部拢是对境外入来的。中国政府也宣布讲，对28开始会禁止外国人入境，就算有签证甲居留证，也是拢无法度入境的。武汉肺炎的疫情也拖对南美洲去啊！阿根廷第20宣布讲要封锁国家，而且在家隔离的民众也发起伫庄台拍扑的活动，要替医护人员加油。不过也是有5000人违反隔离规定去互抓起来。讲到后礼拜就是清明连假咯，为了要降低来来去去的人造成防疫空帮，交通部也要求车头、客运站、机场甲高速公路休息站以及着邮局，对4月初1开始爱甲民众磅体温，若准有发烧就袂当入去。火车去高铁闸门进前，爱先通过红外线一相机，连续量2摆下头温度有37度半，或者是第2摆量耳温度38度。站职员对劝导乘客长休困或者是看医生。武汉肺炎疫情一直升悬，高铁公司4月初6开始专门实施旅客量体温。4月底进前会完成全线11个车站，24个一站闸门的红外线体温量测仪安装，提升防疫效能。对于温度超过标准的，我们都会自动有告警的声音。好，那也有自动截取画面的功能。另外，各都服务区工作人员除了加强消毒以外，在台中的清水服务区也关部分入口，未来也阁会设红外线热相机，只要进出服务站的人，拢爱量体温。阁规划伫服务区卖场外口设临时的卖物件所在，加一寡椅仔，互内底进出的人袂遐尼多。来上厕所的其实已经少了大约有70%了，车流量看到的车并不多。人数上的限制的话，原则上目前没有。除了铁公路车站、机场各都服务区，交通部也要求旗下中华邮政营业所也爱量体温，做好防疫工作。疫情很严重，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做一个初步的过滤的话，那当然对其他比较安全的人来讲，当然是一个保障。交通部强调，最近2礼拜是武汉肺炎疫情发展的关键期，因应清明连假交通天条，已经下令铁公路劝导乘客清明连假全面挂催安，也评估车站未布催安，相体已经完成部署3月底进行全线车站点头拢营业。另外，也依传染病防治法规定，若体温量2摆超过37度半，是免在大众运输或者是禁止服务区营业场所在人济所在，也就是讲依法严固在。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目前爱在家检疫的人已经有45000人，伫咧各地头拢有人无照规矩逃走出去的情形，亲像伫桃园就有人逃走出去找朋友2摆，卫生局该罚70万。另外伫中华也有2位对国外回来民众逃走出门去，罚款31万甲20万。画面内底即个负责人行路行真紧，过无偌久就去互警方抓落来。桃园市一个4号的负责人，初一拄澳门转来台湾，自初日暗时12点开始到16暗时12点，必须要居家检疫14天。毋过说伫咧13至16 4天以内，连续2届出去外口找朋友，去互卫生局总共处罚70万的罚金。应受居家检疫者，请务必遵守法令规定。那为了大众的健康与安全，请待在家中。目前疫情非常严峻，希望大家都可以共体时间，配合防疫政策。伫咧中华有查甫人拄越南转来台湾，居家检疫的时阵煞关机失去联络，中华关卫生局以违反居家检疫隔离新制裁罚规定，甲伊处罚31万。还有一对拄荷兰转来台湾的翁仔某，翁婿出外讲生理，因某去市场买菜，卫生局经过调查，2个人拢处罚10万块，总共20万。若是伫咧防疫期间，逐工拢爱送真侪邮件、邮物书，是烦恼讲拄着当地居家检疫的民众，对方煞无主动通知，可能会变做防疫空帮的所在。挂号信件如果有接触到客人的印章，或者是不小心在送的时候，其实会碰到客人的手。
那就是会做一个结束之后就会做一个清洁的动作，然后口罩就是基本上都是随时都是戴着的状况。是你是居家检疫的，那以后我们就是有信件有包裹，就给你送到你们家门口，然后电话跟你告知，那你就出来自己拿回去。那如果是说大厦或是一般的大厦的，那我们就由交给那个管理员代收。中华邮政表示，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无公布居家检疫者的名单，邮局嘛唔知影。若是每一个外勤邮务同仁，逐工拢有发出啊，而且提醒因爱甲设备消毒等等的工作做好。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咱拢知影讲在家检疫的人众是愈来愈多，所有人有影是讲袂听，一直要拍走。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已经开喙啊，若准讲是有抓到，一定罚予伊等。另外，台北市政府打算要对4月初3开始，要甲拍走的检疫民众集中管理伫检疫所。台北市有一个高中，因为出现2起武汉肺炎确诊案例，停课到27。即马有风声讲，这间学校的学生防技师连坐公车司机拢无要载。对此，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早起指出，若查有这件代志，要处罚。任何公车司机是拒载的话，他其实是违反相关规定。如果我们查证属实的话，我们会予以相关的惩处。就算是学生，他也不见得是有传染病的人，而且每一个人搭车都是他的权益啦。黄珊珊认为，这届疫情是一场人性的考验，大家应该互相关怀，嘛爱有同理心。不过，居家检疫的人数继续咧增悬，嘛一直有人4月拍走。台北市府打算启用集中检疫所来主动。4月3号，我们会启用台北市的集中检疫所，也就是在台北市拍走很多居家检疫有困难的人，我们会安置在我们的集中检疫所。新北市是邀请大卖场相关顶业者来面对面讨论，像是 KTV 如何避免伫室内一批超过100人的做法。市长侯友宜认为，若是业者有需要，市府有责任以公权力来介入。如果业者他某部分的需求需要我们政府的公权力介入，来帮助他们管控人潮，甚至把它做得更到位的指导，我们都愿意站出来来做指导。到3月27为止，新北市的居家检疫人数是13095个人，犹原是全台湾上济。侯友宜祭出动法，呼吁居家检疫者忍耐14天，莫违反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有人伫咧乱传讲，台湾科技园区内面有员工感染着武汉肺炎，规间公司爱停14天。这个乱传假消息的人也已经送去判刑啊。另外，伫咧台南有人伫咧乱讲卫生纸甲一寡民生用品拢欠货，也互法院改罚1万块。2月7日是台湾武汉肺炎疫情打开始团，台南一个伫做团保行销的女性，伫家己的人面册讲，卫生纸的原料拢去用摕去做喙炎的假消息，爱民众赶紧来家己买纸类的相关商品，利用疫情来趁钱，去互台南法院判1万块的罚金。为了促销商品而来谋取私利，甚为不该。那可能造成民众恐慌、抢购物资，不利对抗疫情。伫咧新竹台湾科技园区，有人风声讲某一间公司有确诊案例，隶属规栋公司拢停办14天。新竹检警总共查到2波散布消息的人。他的讯息，可能得到之后，他没有跟相关的单位求证，然后就直接传在他们有一个大群组里面。检方2次侦查结束，已经申请监狱破决。毋但网络假消息，台南阁传出疫情诈骗。伫咧人面册面顶，有人家己讲是香港正油公司的高阶主管的英国查甫人，讲伊的查囝伫咧英国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去用隔离，敢若需要搁1500块的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45000块，第一档甲伊救出来。爱台南一个负责人来汇款到3天，想要交伊真正相信。因为该名女子不疑有他，觉得金额不大，然后就去急急忙忙去吐银汇卡。好佳在银行感觉有问题，通知警方来甲伊阻挡。这嘛是台南警方头一摆发现疫情诈骗案，呼吁民众看到疫情的相关消息，拢爱加查证，嘛唔通凊彩乌白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阿台病院有一位拄结婚的护理师，本地3月要去德国蜜月旅行，却因为疫情的关系，因翁仔某伫2月甲旅行社取消行程。迄个时阵无遐严重，退团当然爱了一寡钱，大约是5万块。不过面对疫情，护理师也决定讲要甲台湾人徛共病。
伫手术房内底准备开刀器材，还佫了解手术的进行程序。伊是爱台病院开刀房的地线护理师。去年11月甲翁婿规划，打算伫1月结婚了后，3月初带团前往德国甲瑞士来度蜜月。无想到欧洲的疫情愈来愈严重，决定伫2月底来取消行程。有犹豫很久啦，其实因为毕竟那时候德瑞还被疫区，然后又要赔5万块，其实真的很多。对，所以其实有犹豫很久。可是因为后来陆陆续续就是各地方都有传出灾情之后，我们就想说，为了自己安全，也为了大家安全，就是先取消。地线护理师虽然讲真唔甘，不过防疫关头，护理人员应该爱有带头的作用。加上护士嘛真安，第2月底来决定取消行程。不过取消当时，德国甲瑞士暗时疫区，都形成依照契约来出团，阿某选择来到5万块的违约金。而面对疫情严峻，护理长坦言，除了工作量增加，心内压力嘛是袂小。甚至我妈妈的邻居也跟我妈妈说你女儿从医院回来，还要让她回来还要让她回来这边吃饭，这样好吗？医护人员算是少数，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在防疫的这一块都是非常用心跟去想要做好这一块。护理长表示，除了防疫人力真安，骑上工作岗位第一线，还佫承受各方来的压力。除了做好家己的心理调节，嘛呼吁民众要做好自我的防护之外，对着第一线医护人员嘛加一寡同理心。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话水分明。伫咧日本的疫情也当咧严重，也因为对2、5开始东京连续3天，逐日拢增加超过40个感染者，民众也烦恼讲敢会封城，煞开始三钱抢物资。另外，有感染者出现讲无发烧也袂受情形，颠倒出现食物件食无检测、鼻味鼻无的状况。香港伫今仔日，搁再增加65人受到感染，其中有41个人最近捌出国，另外有19人捌甲兰桂坊的酒吧有关系。香港到今也已经有519人受到感染，有专家也建议讲，酒吧爱先停业14天，其他餐厅也要限制人客数量，避免这个疫情搁再继续拖开。传出群聚感染的兰桂坊继续暂停营业。兰桂坊因为员工人客甲各队成员确诊武汉肺炎，引起惊吓。除了进前的24例以外，而且佫新增加19例確診病例。嗰個酒吧嘅群組咧，就係如果係做嘢同埋表演者咧，就加埋咧，今日就有10個。另外咧，仲有9個咧係去過，即係顧客嚟嘅。咁即係加埋，如果你黐埋一齊計咧，就有19位。咁而家佢嗰啲員工咧，其實就已經係譬如話你係嗰100幾個隔離咗啦，但係嗰樣嘢唔夠喎，因為你仲有可能咧係仲有一啲嘅以往去過酒吧其他客咧，佢可能再去其他酒吧或者去其他地方咧。水幫傳染病的專家建議，酒吧應該暫停營業14天，餐廳嘛應該限制人客人數，以防疫情繼續擴大。毋過業者二白嘛發起要求人客掛嘴簪等等的8大措施，除了防疫以外，嘛要反制特首林鄭月娥定期宣布要修法通過禁酒令嘅主張。我哋度體温啦，同埋戴面罩。咁咧就如果人客冇戴咧，我哋唔做佢生意。同埋喺鋪頭裏邊咧，佢係食嘢同飲嘢嘅時間可以除咗，食完飲完我哋都會希望佢戴翻。香港27日疫情一天就新增加65件確診案例，超過過一天的記錄。目前已經累計519例確診，其中41例有出國的記錄。因為餐飲業的業績得真濟，業者希望香港政府在未來2禮拜以內，會當設代替付租金、員工薪水等等的紓困方案，嘛呼籲厝頭家會當賣收租金來幫助因渡過難關。記者綜合報道。新加坡政府宣布講，對27開始，所有民眾攏愛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離，違規者上當會罰款6個月，而且也還要罰錢，大約是台幣20萬。餐廳內底的人真少，詳細甲看每一個人的距離攏有一點仔大，就連好朋友嘛坐佇個對角。新加坡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確診人數將近700個人，有2個人死亡。為了防止病毒繼續拖，新加坡政府開始限制民眾的社交距離。為2個開始，真濟餐廳佇椅仔面頂打紅色也是黃色的簾布，表示禁止使用，要分開用餐民眾的距離。Of course, it's safer, you see. But to me, if I take care and more responsible to the public, I think I should be okay, you see.
新加坡政府要求为27开始到4月底为止，除了伫学校这场议会甲法院，人甲人的距离爱超过1公尺，若无就会判上悬6个月有期徒刑，甲罚款新票1万，差不多是台票20万。因为之前当局已经禁止10个人以上的集会，真侪补习班、酒吧甲娱乐场所嘛为26开始暂停开店，排队入去餐厅用餐的人嘛爱距离1公尺，伫入去餐厅进前爱磅体温，甲写旅行数的记录，才当进入餐厅用餐。On Friday night and Saturday, they were a bit surprised because it's kind of a bit scary when you come in the restaurant, you come for the experience and you see all this yellow tape everywhere. But then after, once we explain to them, they understand it. 目前已经有超市限制民众抢买民生物资。新加坡政府嘛宣布，包括总统、内阁这政府高层，爱减少薪水3个月8亿算来支援防疫。另外嘛会搁拨480亿的新票，差不多1条台票，为中小企业来纾困。记者陈世彤报道。伫咧这波疫情当中，咱也看到欠缺医疗物资的西班牙、意大利甲法国，都发生真严重的病院感染。伫美国的纽约市也发生医护人员致病死亡案例。英国是有民众做伙替医护人员鼓励以外，也有50万的民众愿意做义工，要做伙来对抗武汉肺炎。南欧的西班牙是全球新冠病毒第4大的感染国。卫生部24的统计，全国4万个确诊的病例当中，有5400个，也就是要14%的病例拢是医疗的工作者，会当由此了解以来的感染问题是有偌严重。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这3个国家，总计已经有超过30个医护人员因为新冠病毒来死亡，而且有几千人当咧自我隔离。意大利疫情大流行的所在伦巴第大区布雷西亚省有10%至15%的医护人员防卫着无法度做工课。贝尔加莫市这间病院的家护病房主任照顾重病患者的时阵，还搁爱照顾受到感染的同事。Tanto mi capita di andare ad assistere qualche collega, ho avuto dei miei, io li chiamo i miei ragazzi, dei miei dottori che sono finiti da me in terapia intensiva. che curiamo. 英国的首都伦敦为着要应付敢若海啸同款疫入来的患者，国民健保服务 NHS 开始为英格兰其他的所在调派护士来支援。全国有150万的人自我隔离需要斗3天。卫生大臣韩考克向社会征求25万的义工，消息一日出来，短短24点钟来就50万的签名来响应这件代志。而且为着感谢无暝无日伫咧第一线拍拼的医护人员，英国人伫咧26暗时8点做一个替医护拍扑的活动。肯辛顿宫同一天嘛，伫咧 IG 看剑桥公主翁仔某3个囝伫咧 NHS 拍扑仔影片。首相强生甲财政大臣苏纳克嘛，徛伫咧东宁街10号门口拍扑仔。伦敦迄天暗时啊，所有的地标建筑拢有用上顶 NHS 蓝色的标章，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甲付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前，有人去到监察院甲相关单位，甲警政署长陈家钦检举，讲署长要任用秘书，虽然有发文予全国的警政单位，最后却任用私人，佮甲因对2线3星升做2线4星。内政部调查了后，也用着伪造文书罪，甲陈家钦送到台北地检署侦办。根据了解，内政部有接到检举的批信，调查了后，警方也认为讲有违法，也已经函送法办。也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到真侪警政署的大官，包括人事主管、署长、秘书等等的警官，拢互送到检调来查办啊。受到天气对流旺盛的影响，在今日下晡3点外，南投水里甲鹿谷除了落大水雨以外，也佫落冰雪啊。另外，伫埔里台14线爱兰桥路段发生树仔倒去，影响到3台轿车以外，也造成2个人受伤。另外，伫台东也出现车路积水的情形。大雨一直落，讲伫车顶内噼里啪啦，详细一个看，毋那落雨也落亲像同时啊较大的冰角。这种情形，互民众惊一个下晡3点外，南投山区落好大雨。根据气象观测资料，鹿谷1点钟雨量超过100毫米，水里也超过80毫米雨量。因为对流真旺，也落冰角，也互水里市区较低路段拢积水。伫埔里的中潭公路台14线爱兰桥往溪池方向，真大丛的树仔也倒落来。
公路总局赶紧出动大型的机械，伫堵来树仔，带着3台轿车，2台车被地价拢扁扁，其中2个人家己走出来，也有2个人受伤。经过现场询问之后，那个车主都已经自行脱困在外面了，然后后来发现有一名女性患者，那她是腰椎受伤，还有一名小孩子脸部擦伤。日东半部大东因为大雨造成真侪所在淹水，但在线东河到东莞厝真侪所在积水，较低所在淹水超过半个点遐悬，车只方已开过。所以这是厨房吗？哎，厨房。所以一开始也有淹到这边。对，淹到这边。哦，所以就拿。就是这样子，然后我通报给那个政风所，请他们把那个沙包搬运到这边。当地民众讲，比风台风雨较大，另外在成功伫小马部落，雨势真大，佮真急，加上地势较低，有徛加淹水，许多方面甲对流云体发展影响，气象局在27发布豪雨特报，请大地山区也有较低所在民众爱多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无较好，真侪大学也拢开始进行出入校园的管制。亲像复大、政大对今仔开始，除了来办公的人以外，其他的校外人士拢袂当入去。大是对后礼拜一会开始施行。不管是开车、骑车，也是用行，要入去校进前，拢要伫个门口内量体温，确认无发烧，才互你入去。27开始，辅仁大学提升出入管制，敢若开放4个出入口。老师、学生必须爱查证件，也是学生卡。一般民众若想要入去翕结婚相片，也有校友要入去学校停车，也全部暂停。除了要来办公室，一律写实访客。辅仁大学这个规定，大概18就开始实施啊。不过学校坦白讲，效果无真好，也是有民众伫内底活动。看到疫情也是继续一直拖，大概进一步决定，校总区30开始，早起7点半到暗时7点半进行出入管制，规范甲辅仁大学是差不多。如果很不幸的学生如果没有带学生证，或他遗失了，我们也不会就很硬性的把它挡在外面了，但是需要做一个登记呀。对着学校提升出入管制，有学生会用接受，也有学生感觉学校用相款严格标准来规范校外人数，安尼真好。特别是我们学校很多会，游客会来，所以其实这个措施我觉得还蛮好的，就维护校内学生的健康嘛。办活动啊、比赛都被迫就是取消或者延期。那如果只是出于说为了防疫，就是为防范外人的话，那其实对于外人，就是他们本来就没有非得进来不可的原因。外口的人禁止入来，老师、学生入去学校必须爱查证件，大强调也保留7个出入口，绝对毋是甲学校封起来。伫暗时7点半了后，所有管辖拢有管制，无倒入去。那暗时也有民众也是要入去，也只好该讲歹势，请离开。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疫情，交通部除了启动产业转型人才培训，也有提出观光纾困2.0，所有业者呼吁政府就要用个案的方式来纾困，若准全部拢同款的待遇，恐惊会无公平。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示讲，会照饭店甲旅行社的规模分级来补助。甲员工正确洗手方式，提醒倒一寡所在可能是高风险接触面，爱如何清理消毒，也有员工化身文化导览员，介绍台北市中山区的历史甲特色。这是金华酒店配合交通部产业转型防疫管家训练课程，第27正式开课。与其让大家无薪假或失业，然后未来复苏的时候再去重找员工，那就丧失了元气。为了保留元气，让大家上课，那是最好的。政府为协助观光相关产业渡过难关，佫制出观光纾困2.0的版本，针对旅行、旅宿、民宿甲游乐业，会补助员工薪水4成，上限2万块。根据交通部统计，到1月底，旅行业人数有44350人，旅馆甲观光旅馆业89600人，观光游乐业6059人。初步补贴员工薪水经费，旅行业13.3亿，旅宿业26.8亿，观光旅游业1.8亿，即卖已经部分业者发出主管减薪自救，要业者呼吁政府应依照个案需求进行纾困，因为制度式平等，恐惊无公平。至少在短期这个寒冬还勉强维持，可是能够维持多久不知道。不能齐头式的平等，大公司、小公司的20万是不公平的，应该按照公司的规模给予不同的比例。以这个大饭店来讲，他们的住房率从8、9成降到只有1成多，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反应在这个补助的规模上分级
林佳龙表示，除了每一间饭店基础补助20万，旅行社每个月10万，根据饭店甲旅行社规模，会个采取分级，按照比例原则去做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民众拢会加外送平台叫物件来食，所以因为订单增加，外送员为着要趁钱，也会抢单拼速度，有可能会造成外送员的危险。另外，台北市政府在今仔日也开始施行外送平台管理条例。在咧防疫期间，外送的订单加真多。台北市开出第一枪，针对外送平台业者的自治管理条例，伫咧27正式实施，要求业者爱替外送人员投保上加200万的意外险，而且爱是全时段的，无论是红车也是包的，拢爱投保。不过台北市劳动局指出，像Uber Eats的商业登记伫咧新北市都管理袂到。资料的话是有一家 Uber Eats， 它公司登记是在新北市。那如果说他今天因为我们规避我们这一个自治条例，而把他公司登记在外县市，那短暂看起来是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管辖得到哦。那但是这个也促使过去的那个县市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压力。自治条例嘛规定，市府应该要按季公告外送人员交通事故的统计。伫法规实施进前，去年10月到今年2月发生伫台北市的案件 ，Uber Eats 外送员有213个人受伤，1个人死亡，副片达140个人受伤，护送甲药物外送嘛有难产的案件。台北市内发生意外上侪业者，颠倒无受到法律的规范。台北市劳动局呼吁附近的县市甲中央爱赶紧实施。台北及新北的这个市长双论坛的这个情况当中，因为我跟这个新北市的劳动局长也刚好坐在一起，那他们也有回应说要就是我们这个自治条例上路之后呢，他们可能也会随后就会来做。亚那桃园市已经伫咧3月初预告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的草案，业者爱替外送人员投保意外伤害险，金额爱超过300万，条例已经送议会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议会伫今年2月收到一封共恐吓的批信，内面写讲要甲立委等等100多名政治人物用炸弹弹死，国讲要去大卖场甲饮料下毒。警方经过追查，昨夜甲这个嫌犯依照恐吓公众、恐吓慰安罪该办理啊。专案小组开始做信件的轨迹追踪，还有做模式分析逐渐的缩小范围，然后锁定谢姓嫌犯涉嫌重大，所以专案小组在昨天申请了搜索票跟拘票，会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在高雄地区拘提逮捕这个谢姓嫌犯到案，并且在他的住处相关地点查扣了相关的赃证物。警方也发现讲，这个嫌犯即时假做受刑者，也假做记者。对查落去，才发现知影讲，嫌犯对102年开始，就用同款的手法恐吓总统府、立法院、法务部、报社甲食品公司。虽然是拆家将棺材，不过拆迁改变，警方也甲伊抓去治罪啊。讲到咱国内治疗武汉肺炎的患者，到今只有30个人会当解除隔离，甚至有一个患者伫个身躯内面已经有抗体啊，不过伫伊的呼吸道依然还有武汉肺炎病毒。有专家表示讲，这款病毒真干巧，会一直突变，为着安全接触，就要检查3摆无病毒才会当出院。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数继续增加，已经到200多例，不过只敢29个人解除隔离。甚至传讲有一寡患者体内产生抗体，不过呼吸道依然也未着新型冠状病毒，出现这种真特殊的现象。对此，有国内专家讲，这种病毒真干巧，会当伫咧人类的呼吸道内面适应反射了真好，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能把病毒完全拢排出体内。有抗体只能去清除比较外面的病毒，那真的躲在细胞里面的病毒需要靠 T 细胞。那很有可能 T 细胞的反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上来。另外，有医生讲，这种病毒突变了真紧，临床就发现，就算是感染过患者，也无一定袂过去感染到，而且身躯顶有抗体，也无一定有100%的免疫力。所以有测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效果，可能是不如预期。我们目前对这病毒的感染模式呢，观察时间不够久，就冲进去做疫苗了。而这个 RNA 疫苗的优点是它的制造是很快速，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产生的免疫力比传统的疫苗还要不稳定。
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伫目前国内7成的确诊病例是无并发症的轻症，治疗的中位数是伫24天，严估要人需要53天才能完全好势出院。指挥中心讲，为了安全起见，确诊的人就要连续采检3遍拢阴性，才能解除隔离，这是目前上安全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医学院的团队有研究出来一种30秒就当体检的行动机器，而且这个机器就亲像用电工照细胞，看细胞敢有出现病症。若准甲这台机器放伫咧机场，就会当甲这入境的人进行体检啊。伫瓦牌国际两边放着行动检查的机器，讲30秒就用神经检查出细胞是毋是去喂着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新冠肺炎的病人上呼吸道采的这个常常都伪阴性，甚至下呼吸道也是伪阴性。那我们是比照跟 X 光机的一个作用，这个 X 光直接看这个整个肺有没有这个毛玻璃现象。研发团队讲，这是向教育部申请的研究计划，机器主要材料是成本750块左右的电路板，因为是积水种起来，在25到250cc 永远是无正宗，所以讲检查机器用利用感测的数字测出细胞阴影，判读细胞是毋是已经喂着病毒。因为检查机器真轻，团队希望会使广泛设伫机场，对入境的人一个检查，增强边境管制，也减轻这阵核酸检测负担相当的问题。那当然，我们需要在机场里面有，不管是确诊病人，还是这个整个无症状病人来进一步来确定。不过，这套机器也未经过临床试验，团队希望用个特别稳准生产。医界有人建议，也是要先经过临床验证，才有机会来说服政府。最好就是说，能够现在在临床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浸润跟没有浸润，先做那个 X 光，或者再用那个 CT scan 来证明一下。那这样如果觉得他这样子的方式还不错的话，那再建议疾管局他们方面是不是考虑？团队讲，这阵就会展开基础的临床试验，再来要电子辐射者安全的认证，也得到欧盟环保许可。那依照正常时程，也要等2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万项物件拢起价时代，竟然伫台南咸水购一个35块便当，而且这个便当也传到第3代啊！因为背后有甚物款的故事呢？咱做伙来看。炒猪肉、卤豆奶仔、咸鸭卵，也阁有2项菜，看起来就真好食款。这个便当只要35块，还未到中昼来包便当的人就不哩啊多。小哥好食，小哥好食哦，袂歹，袂歹哦。啊无啊，大家拢要走啊买。台南咸水这个徛街无空榜，头家着店家做卖便当的生意，已经伫咧地方经营30-40年啊。一天只卖中昼顿甲下暗时啊。对阿嬷的时代，20块卖到即阵35块。第3代头家讲，便当的菜色真侪拢是附近的居民家己种的，卖便当的收入就是薄利多销。菜是附近自己种的，所以它也会算便宜一点呢。目前都没有打算呢。目前没有打算。因为35块已经卖了10几年了，我们还是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啊。头家讲，老主顾来这包便当，已经食甲知影因也会改变菜色。伫咧即阵，逐项物仔着起的时代，台南咸水也阁有即个35块无起价的认证味。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恒春有一种真特殊的护来菇，爱听好落雨过才有通收成。不过，真也有农民利用有机种植来生产，咱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品尝一下。看起来真好食款的面、肉丸、鸡汤摆在柜桌顶，这好食面拢是用恒春半岛所种植、通过有机认证的地木耳所料理的。野生的地木耳爱落大雨了后才有通收，因为安尼嘛有人讲是雨来菇。原住民是叫伊上帝的目屎。那以前在这个我们的这些恒春半岛地区里面，我想这个是在乡村田野之间随手可拿、可手可见呐。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以来菇，我们把地方的产业做一个创生。虽然号做雨来菇，不过这毋是香菇类的，这是一种生伫咧陆地顶悬会使食的纳力藻，食起来口感袂输是乌木耳甲海菜夹做伙。地木耳唔但炒软煮汤好食，而且阁会使做一无共的料理。在高雄农业改良场的很密集的辅导，非常用力的辅导，我们在短期之内就有做出一支清真认证的藻面。那我们藻体含量高达40%，然后非常的纯粹。然后主要是这支藻面的话，它 B12含量很高，钙质是牛奶的12倍。
因过爱等雨来，才有得找这种滋味。即卖唔免等雨，人工就会使种出高品质的地木耳。农民投入优先种植，目前已经有2公顷左右通过有机的认证。这款营养的好滋味，一年四季拢食会到。未来会继续投入产品的研发，让消费者食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在宜兰山区最近伫个公车牌仔边仔有挖到一窟温泉水，会当互大家拿等公车拿浸卡。từ宜蘭三星的精神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前的車牌仔，甲台灣各地攏無共款。學校từ車牌仔邊挖到洪水，加做一窟池仔，互民眾在等車的時通浸卡袂受凍。啊，真好，真温暖，嘿，真好啊卡，拢袂干的硬的，真爽快。这个车牌仔洪讲做是全台湾上温暖的，逐工早起9點開放到下晡4點，會當40個人到陣集。公司會派人專工拼燈，若到拜六禮拜會有免費巴士再轉來4大人來浸卡。咱透过咱在地这资源吼，伫政府更新户专挖出来这温泉井吼。咱要分享给全三星乡的乡亲，甚至于咱全国乡亲，咱都欢迎大家这个所在来佚佗。外围啊民众通行247线，在地民众通坐免费巴士南线，就会到做伙来浸洪水。因武汉肺炎疫情滚价，公车逐日拢会消毒，运将也拢会挂催暗塞车，请大家安心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5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去看狗仔戏水族馆。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